夜間聊天室，你哋好，我係 Simon。新嘅一年開始，我哋講下世界局勢。目前世界上最慘嘅幾個國家：委內瑞拉、丹麥、伊朗同埋日本。委內瑞拉係有資源，其中就包括石油，但係委內瑞拉冇資本，亦都冇科技去開採自己嘅石油。如果能夠將石油賣咗出去，國家就能夠有錢啦。中國就負責投資，並且係提供技術開採石油，再加上基礎建設將石油運出去。中國提供俾委內瑞拉嘅建設同埋服務，委內瑞拉冇錢支付俾中國，中國就容許以委內瑞拉嘅石油換取，兩個國家合作，彼此都能夠得益。就好似多年前中國係服務同埋幫助非洲國家，今天呢啲非洲國家以往係貧窮嘅，但係今日都可以有錢還俾中國啦。咁另外一個國家面對住石油豐富嘅委內瑞拉，就係用霸道嘅方法，用軍事手段去奪取。阿杜羅夫婦就被綁架去到美國，跟住國家嘅石油資源就完全由美國控制。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又變相地復活。中國同埋美國用唔同嘅手段方法同委內瑞拉交往，就俾我哋睇到一啲事實。其實有強權可以係冇真理，弱肉強食喺人類歷史當中亦都係真實嘅。大哥有足夠嘅肌肉，格陵蘭係好容易成為佢嘅獵物。乜嘢領土主權唔係最重要，丹麥係可以掛名掌控住格陵蘭，但係美國喺格陵蘭就已經有軍事基地。將來美國要喺格陵蘭增加軍事人員，要開採格陵蘭嘅稀土，派軍艦隨意去到格陵蘭嘅內海，喺格陵蘭嘅土地上同埋領空部署防空系統同埋攻擊性嘅導彈系統。就算美國喺格陵蘭係冇領土主權，美國要做以上所講嘅事，邊一個國家又可以阻止得佢？咁我哋可以從委內瑞拉同埋丹麥呢兩個國家嘅遭遇，可以發現到一啲啟示。美國仍然好強大，打全球關稅戰嘅時候，除非你同美國冇乜經貿往來，否則你就要臣服。但係中國就除外。咁我哋會話，如果中國並冇崛起，而蘇聯就已經瓦解，咁未來100年，美國仍然係可以好穩妥去統治全球。而今天美國係四圍去掠水，並唔係單係為咗增加自己國家嘅財富同埋資源，亦都係今天美國係有財政困境。美國嘅聯邦政府係收支唔平衡，每年嘅赤字大約係2萬億。不過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係可以稍為減低呢個赤字問題，但係就未能夠完全解決。咁連奧巴馬嘅年代都計埋落去，過去嘅16年，美國嘅國家債務係飆升。今天係超過38萬億美元。特朗普嘅大而美法案並唔會將美國嘅國家債務減低或者平衡得到。喺特朗普未落任之前，就會去到39或者40萬億美元。咁過去8年，特朗普同埋拜登做總統，就加快咗美國政府嘅信用崩潰，加快咗去美元化嘅速度。特朗普一方面就鬧阿拜登，將美國今天嘅財政困境歸咎於拜登；另一方面就要增加美國嘅財富。如果美國係富有，擁有好多硬貨幣，好似石油、黃金、鑽石、稀土、礦物同埋其他關鍵嘅戰略物資，咁其他國家就仍然考慮可能借錢俾美國，繼續買美國嘅國債。特朗普用關稅戰四圍掠水，主要就係2方面：關稅嘅收入同埋其他國家對美國嘅投資。今天美國仍然係恃住美元霸權同埋軍事霸權，再加上以名義 GDP 計算，美國係全球第1大經濟體，咁美國就仍然可以魚肉世界。不過中國就除外。今天嘅中美貿易戰同埋關稅戰，美國係打唔贏，反而中國係佔上風。咁我哋睇下今天嘅世界局勢，又有以下一啲啟示：西方白人世界已經統治咗全球幾百年，隨住大航海時代嘅發展，歐洲國家可以發現新大陸，增加自己可以控制嘅土地同埋財富，再加上科技發達同埋工業革命，並且喺軍事上係使用炸藥，軍事武器可以講得話係船堅炮利，以軍事嘅武力增加貿易嘅擴大，國家可以奪取更多嘅資源而富強。而當時嘅歐洲國家係一枝獨大，
並且係冇任何一個國家喺亞洲、中東地區、非洲、中南美洲同埋喺南半球嘅國家係可以挑戰到喺西方世界白人對全球嘅統治，而西方世界對全球資源嘅統治同埋掠奪，直至到今天一直都冇改變，只係有陣時會換咗另外一個大哥，又或者係換咗另外一種方式去進行。而今天特朗普係當家，美國就係一個，美國又唔再隱藏掠奪其他國家資源同埋財富嘅心。上一個世紀美蘇冷戰，蘇聯係失敗，主要就係花錢太多喺軍費，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蘇聯又同阿富汗打咗一場代理人戰爭，導致最後蘇聯係經濟崩潰而瓦解。而中國喺上一個世紀70年代尾係同美國建交，並冇企喺蘇聯呢一邊。今天中美爭霸嘅情況又點呢？俄羅斯係企喺中國嘅邊站，中國係全球工業生產製造大國，中國嘅經濟實力比俄羅斯係大10倍以上，中國嘅軍事實力係全球第一。喺5年時間之內，中國嘅科技實力可以追平或者超越美國。喺外交上有金磚組織同埋上合組織做支柱，亦都擁有一帶一路倡議140個國家以上，同中國成為親密嘅貿易夥伴。中國並冇擁有當時蘇聯失敗嘅條件，亦都唔會愚蠢到跌落去打代理人戰爭嘅情況，亦都唔會跌落一個陷阱喺軍費上支出太多，而去削弱國家嘅綜合實力。今天美國就係大膽地去掠奪全球嘅財富，就連自己最親密嘅盟友都唔放過。世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睇到呢個情況好清楚。美國過去嘅80年又發動過太多嘅戰爭，導致到生靈塗炭，又對以色列嘅偏袒。以上所講嘅對全人類都係歷歷在目。邊一個國家企喺美國呢一邊，就要犧牲同埋流血。咁即係話長遠嚟睇，美國係會被反噬同埋被孤立。邊一個係願意見到美國更加壯大嘅時候，自己就變得更加孱弱。所以歷史話俾我哋聽，今天係有一個變數，白人係統治全球幾百年。今天喺亞洲，中國係和平崛起並且挑戰美國對世界進行霸權同埋霸道。今天係會有一個中國因素，導致到美國國家實力最高峰嘅時候已經過去，並且係慢慢開始墜落。另外有2個國家都好特別，伊朗同埋日本。伊朗俾美國制裁到唞唔到氣，美國係用強大嘅軍事力量去震懾伊朗，伊朗係無路可走，只可以尋求中國同埋俄羅斯嘅幫助。今天中國可能已經失去咗委內瑞拉呢一個朋友，為咗要喺中東插旗，中國係唔會失去伊朗嘅。美國唔好逼到中國對伊朗提供軍事上嘅支援。今天中國作為全球大國之一，當然就要保障自己喺中東嘅利益。咁美伊大戰我哋將來再更新。日本就係全球嘅大傻瓜。高市早苗希望3月19號可以訪問美國，咁就要對美國帶上禮物。美國係想利用日本同中國打一場代理人戰爭啫，日本就唔好太天真啦。美國同埋中國唔會喺軍事上開戰。今天日本係得罪中國，而自己嘅實力又同中國係相差10倍以上。日本就唔好太幼稚而忽略中國喺稀土上係可以捏住日本嘅喉嚨，唔容許日本或者你嘅大哥美國軍工企業係可以建造到犀利嘅武器。咁從呢4個國家我哋睇到嘅可悲同埋淒慘，係可以預測得到中美爭霸最終嘅結局。白人繼續統治全球世界嘅歷史，20年或者30年之後係會改寫。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未訂閱我嘅網友，希望你哋快啲訂閱，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下次再見，拜拜。